Hello， 大家好，我係嗰本歡迎收看福氣來咯。下題咧充滿古蹟嘅總頭係乜嘅感覺呢？假使講有個總頭像古蹟可以看，還係講地方有乜嘅好搞好事好料嘅地方呢？今日我同大家紹介咧天特別嘅地方，大家可能去過，也可能聽過，就係睇萬萬嘅五舊水。一個總頭地方到底係有兩版嘅故事，我哋今日特別邀請到在地嘅好朋友，也係萬萬嘅土人人員，係宋振山阿山哥，好好嚟同大家紹介哦。馬上嚟歡迎佢吧，歡迎阿山哥。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係五舊水嘅土人人員宋振山，大家好，我係阿山哥，你好誒。哇！歡迎阿山哥來到我哋節目地方，應該也唔係算第一擺紹介萬萬吼，也係講五舊水啦。但係呢，第一擺請到阿山哥嚟好好同我哋紹介，等一下麻煩帶我哋去認識一下無共樣五舊水好冇？阿山哥，我第一講自家本身就係五舊水嘅總頭嘅人嘛，係寫多睇東睇嘅睇嘅。我想請教一下哦，而家我哋講嘅五舊水同五舊村係咩共同嘅一個地方啊？其實以地理嘅環境來看，其實都係同樣嘅地方啦，嗬。五舊水、五舊村，伊嘅講法無嘛同樣。其實以官方嘅講法都係五舊村。但是咧，他講你弄他們五舊水。做乜會按嚟講？因為水對我哋客家人來講，係一個該珍貴、該需要嘅資源。嗰就講。我哋攏會講五舊水，五舊水。也水也水對哪來？也水都對太湖山來嘅。伊來，伊用嘅來嘅你嘛，伊咩對河壩流過來伊個特別咯。伊對大廈，如果我哋啲嘢很多伏流水，你會講地下水。流啊，當我哋五舊水嘅時節，因為嘅地層嘅關係，伊都冇話都在流往下流。如果對我哋五舊水地方，五舊水嘅地方。不出來如果我哋講嘅湧泉，湧泉都會按你來嘅。不過阿山哥，按你講地方係湧泉，但係我呢啲五舊水總頭嘅地方，我看到嗰度嘅水準咧，對那邊流入來嘅，有個水準同講嘅湧泉水，始終冇乜相同咧。唔可能，一水係其實也源頭係對太嘅寮下，基於啲按度潛水闊，對潛水闊嗰邊不出來。本嚟後來都流啊，當我哋五舊水嘅總頭。個嘅你看我哋五舊水嘅水準，也帶係奶做嘅，唔係水奶伊都普通嘅嗰種奶，唔可以用不泡，有不泡，嘅泡都係湧泉。有跟我就有印象，我有看過，特別去行到嘅時間，水太嘅時間還看唔到哦。嘅水淺嘅時間，熱天嘅時間有時間會看到嗰啲金不泡嘛。看到啲水槽底部有個泡出來嘅，第一擺看到嘅時候想講奇怪，你有乜嘅通風喺底部透氣啦，又講不用打皮輪味，大下嘅沙沙會有嗰啲泡泡紅啦。佢不會想底下講原來佢係湧泉水，雖然講我哋看佢係一條水樽，但係水樽流到第二片嘅時間，其實它底部係有個湧泉會浮出來。走㗎，甚至於講糖落一批嘅五舊水，當天嘅總批有講過呢，個水對五舊水來講，水準也係講浮流水都係清純嘅話，以前冇變相嘛，見人講喺條牌愛什麼嘅東西，去水準也係講去個河壩水流黏黏都有嘅，甚至於講冇變相嘅話，愛不用吹啦，不用乜嘅，這個落下頭前嘅水準可以不用伊嚟睇嘅，真是有按呢嘛。係啊，所以話唔可以更加我哋一片從搶菜啦，我哋上不是說那個主菜，我哋講番薯葉，還是講嘅空心菜、水旺菜嘛，一條菜更加半天，我哋水準地位攏係可以摘得到。講從嘅本相來講嘅話，同埋講我哋啲湧泉水嘛，湧泉水有啲特點，你會講因為伊對天底下不出來，嗰時候伊係恆溫咧，也溫度攏係24.5度。嗰時講伊係該清涼、該涼嘅一啲水，所以講我哋可以同我哋啲水果，譬如講西瓜你接下佢嘅水袋，個嘅半點鐘唔得嚟拿，都清涼清淡。從嘅半月池半月池因為到半月池，我看到有啲改態嘅唔同嘅，我隔壁有一啲個細嘅，細嘅啲細間嘅，個地方有啲細池嘅，啲細池都專門睇本一條。
水果啦、肉黄的，如果我哋准备食的黄的安尼，你对个片弄出来安尼。哦，跟我哋讲的水冰箱安尼样式啦。从台风人家还特别设立一个房间呢，吼，专门去做一个肉黄的啦，吼，便一条去安尼哦。安尼，因为人的水资源一定的丰富嘛，安尼总体地杯，还唔免冇大奖。也有奖哦，有嗰度百年的奖哦，也有奖哦，都竟还是有得用，还是有水哦。安尼。讲到遐个建筑啊，大家拢伫黄桥水最有名的，其迄作为咧铁咧客家的文化资产保存的记录。后面摆讲到遐个名的贵重，也系讲差。作为一个铁咧保存的客家记录来讲，人带人家去到黄桥水的时节，铁咧人哋要用办去看遐个文化资产的记录，佢到底有哪条会铁皮的，人哋要从用办去收嘅。好，来，我哋一般我哋游客吼。喺来啊，都我哋黄桥水，天啲我哋會先帶伊去看我哋傳統嘅火房。做乜講火房吼？一道火房喺黃橋水大約有六大火房。每一個火房吼，攏有自家嘅文化，有自家嘅故事。所以吼，每一個火房我哋講嘅都千多故事講。好像劉氏宗祠呀，伊雖然唔係講最老的火房，但是呢，也文化也故事一定喺度。譬如講，因伊把去也門樓，門樓隔壁都有嗰度嘅土畫，嗰度嘅土畫。每一啲土畫吼，攏有伊自家嘅故事。甚至講也係同好，也係對聯，也都攏有故事可以講。安尼個人咧，劉武祠同佢個同好係乜嘅啊？彭城堂，彭城，嗰度遊客，嗰度旅客吼，一看到彭城堂，都冇人講，一件係咪想捧？係啊，其實唔係啦，因為呢，也彭城堂，伊還是想留啦，做乜很多彭城吼？彭城，安尼同好吼，其實有三種嘅來源講法。第一點呢，很多郡望，郡望，嗰個德望，個其他。都要3種。彭城堂呢，它其實就是屬於郡望。郡望所謂郡望就是地名，地名。那為什麼會叫彭城？因為我哋劉家人伊哋推崇劉備係伊哋嘅祖先。接下來呢，劉備都會喺彭城遐地方起義，起義，然後推翻了秦朝，建立了漢朝嘛。嗰就講。以建立漢朝之後，伊就屯彭城遐地方，分伊哋咧劉氏宗親去ฮ็。或者啥物呢？一條劉氏宗親都西亞嗰度地方去ฮ็嘛，全部都帶定遐同好，經流傳出去嘅。安尼來嘅，難怪睇下面擺後看到人哋客家後也係講其他傳統建築單個有睇嘅寫嘅同好嘅時節，大家開始去談嘅哦，點解有嘅係乜嘅意思？甚至講，因為六對嘅同好個鐵皮，同好睇地背，鐵壁中間啦吼，嗰時候鐵壁嚟看到嘅，大家會鐵咧就想講，唔係團結係乜嘅意思？係團結用板音，捧。唐城還是那個都會睇佢念來念去，鐵壁看到嘅一個奇妙，係啊。不過頭到阿生講有講到，有個劉氏宗祠入邊唔係算最老嘅嘛，黃橋水地區最老嘅火房係哪個？應該係我哋咧太娥火房。太娥火房。太娥祖堂，也係想留，也祖堂嘅主人會劉大和、劉太娥，伊咧都先提定迄搭天下人總督嘅，都太娥火房入邊先設咧一啲安尼祠堂嘅火房，他年講下係嘛。接下呢，伊喺做生意嘅，做貿易嘅，唔喺嗰度插貨，所以呢也賺咗千多錢。賺咗嗰多錢之後呢，再用一條錢去劉氏宗祠嗰邊去設咧安尼一啲國泰火房，而家火房伊都有經過設計嘅。我就講，你看到我哋總督嘅太娥火房，伊都冇安泰，個細一些。去到劉氏宗祠看那個整體都清太、清範。每一個火房都有佢無窮嘅故事同無窮嘅特色啦，吼。總嘛嘅人咧，黃橋水地區可以保存到按度嘅落物嘅喏。
其實講同埋講嘅哦，每一件勞務唔係100年都200年以上嘅歷史。啊，像安尼年紀吼，其實攏會正常維修嘅啦，攏會髒嘅啦吼。啊，唔過唔看我哋啲貨房吼，伊攏髒起來攏會依照一定原來嘅樣式去髒嘅。啊，要髒起來吼，天啲要幾多錢？天呢，我前面到安尼嘅師傅來髒也冇簡單。係啊，嗰時講嗰感謝我哋啲工鋪們啊，工鋪們要產出補助我哋嗰度資源去做一條事情。像頭先講嘅太和貨房，19年嘅兩漲好。啊個嘅萬城主堂，萬城主堂伊漲係10多年嘅哦。係啊，佢不得了，我哋啲管理人鍾奎松先生吼，伊也花咗好多心力去做安尼事情，係嘛？佢金批，佢精批伊嘅。因為採天人有一個可能各有一個概念，啊加上講公部門有攞部嘅資源，盤大家可以聽出來，微服也就係勞務。嗰說5嚿水嘅勞務嘅佔比其他總條來講，保存喺韓國度。我假使講冇一個經驗之下吼，有可能大家都查係可能國家安尼講，做冇？係啊，更加勞務嘅真是。收益咧，真是都收益咧，唔會有人再去試下嘅勞務嘅。都冇嘅啊。係啊，頭多有嘅勞務嘅，其實甚至講其他嘅材料，係一堆中國嗰邊來嘅，頭擺搬過來，又變成時就帶過來，更加簽唔到嘅呢。係啊。觀眾朋友，我哋5嚿水，大家係沒有一般嘅認識的呢，就像嗰度嘅勞務嘅，但係除了勞務嘅，行啲地方去，還有哪條可以聊嘅呢？冇就佢哦，繼續再嚟同大家收機哦。行業嚟5嚿水一個鐘頭，除了前面同大家收嘅，我哋嚟看古蹟之外呢，勞務嘅行啊，係唔係還有哪條可以去搞料嘅地方呢？繼續嚟請教一下阿三哥咯。阿三哥，前面講到雖然講看一條勞務嘅幾有意思，談幾多嘅故事，但係我哋呢好朋友啊，大家嚟到5嚿水行料嘅時節，係唔係有哪條嘅活動啊，可以去參加呢？好。一般吼，我哋來到5嚿水，我哋攏會是設定一啲遊場，比如講早晨頭一兩，我哋都先來做一啲 DIY，做客家版嘅 DIY，客家版呢，客家版伊都會用嘅糯米團去做嘅，地板呢會包嘅羅皮葉，羅皮葉用炒嘅羅皮葉，還有一些肉安尼。都可以用一糯米團，可能我做乜嘅樣式都可以。譬如講嗰度遊客吼，伊如果去做一類花樣式，還是講一隻兔嘅，還是恐龍嘅造型安尼，嗰度個貼片咧，做好以後咧，我哋都拿一整，整嘅時間一段時間，我哋都可以來我哋5嚿水嘅沙器，我哋你留一下貨房，一條建築，我哋你講一下故事，啥物呢？假使一般有時間嘅話，我哋都可以去河壩，來到5嚿水呢，一定要認識我哋咧水嘛。我哋喺河壩行啊，去看一下我哋地方有乜嘅生態環境，有乜嘅水草，有乜嘅魚，去看咯，可以下水去體驗一下我哋改變嘅湧泉水。冇錯，有嘅真係充電啊！其實我都見唔少嘅，我都見面過伊用看呢哦，其他睇嘅河壩上看冇下去，安尼當時得咯。原來真是可以行下去安尼。可以。最主要攞本個人導覽員帶人下去，安尼夠安全啦。夠安全。假使講你帶sản婦來玩嘅話，我哋嘛可以準備嘅漂棚嘅，漂棚嘅搬去漂。那一邊看也水，看水草，一邊漂安尼漂棚嘅，安尼一路安尼漂下去，安尼輕鬆快。等熱天嘅時節，坐喺個胖胖嘅檔口，坐頓咧，看個水金流，看個水草啦，也講看魚嘅，鬼爽快一件事情咧。安尼係唔係人哋5嚿水當適合做一個活動，係講因為。有特別嘅時節，像而家講嗰度有民俗活動嘛，會推行木匠嘅行場。木匠嘅季節嘅時節，會有木匠嘅行場。像同埋講，交稅嘅話，一般攏會提8年以後啦，7、8年以後，因為
一开始梅雨季嘛，梅雨季差不多4、5月份，给它水铁台，无嘛适合。过月咧，还有差不多7、8月、8、9月的时间，一直到10月、11月，其实拢蛮可以去下水搞啦吼。因为给它水嘛，没问题，天气嘛够热，你可以适合。假如讲为其他民俗活动的话，譬如讲，如长夜班，长夜班我哋咧讲炮上都会得个特别的活动。以日本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局列为文化无形的资产。所以讲也活动嘛一个特别的其实摕其他的客家庄，佢从无看到安尼的文化，安尼活动。咱偷摕黄桥水有安尼的活动。我就眼问到应该係結合黃橋水嘅地理環境嘅關係。咱個特別咱摕黃橋水會有安尼嘅活動。有談過啊，你會講，以前可能會有那輩敵人來攻打嘅總統嘛，都會見人講標誌炮來做提倡大家，也有講係做一個人哋陸隊係做一個軍隊吧，在做演練啦，練習嘅，有幾多種嘅講法同原因啊，因為時間太久嘅，也冇一個真實記錄下來講，佢係用版類嘅，長底下講真實睇黃橋水鴉片，對頭擺到更加老一批嘅也講，人哋都有一個發動嘅，關於特別嘅一個民俗發動。不過講到鴉片，人哋無共嘅季節、無共嘅時節來去到黃橋水嘅總頭參加也都會發動，但參加迄個總會妒忌嘛，我有想要吃東西嘅時節，安尼人哋總頭就不有那條好食嘅呢，也給相信觀眾朋友一定嘅期待吼。像我哋黃橋水啊，有幾多嘅客家料理啦吼。當然最有名嘅都係辦嘅啦，辦嘅。像我哋黃橋水地區目前有4間辦嘅店。有4間哦。最老嘅都係已經超過1個甲子嘅啦吼。都阿英板條，我相信大家觀眾朋友應該都有聽過。過來咧有另外一啲6堆客家阿婆美食，伊嘅辦咧，伊除了賣辦咧以外，伊會做7個幾道創意嘅料理，譬如講伊賣麵包，伊有賣嗰種烏飯，又話有賣你落去看到嗰炒蛙粿，人家講炒蛙粿嗰種客家飯，伊嗰邊全部有，伊話有碟肉人，碟肉人。講到有個阿記姐今年做一個，之前有來過我哋嘅節目底部有寫過嘛，係我哋嘅好朋友，真是佢當蠻厲害做幾道嘅東西。除了一2間，還有另外2間係做乜嘅？共用辦嘅店。也係辦嘅店，我以前咧都個載體個傳統嘅辦嘅店，一定很多五溝水麵店，另外咧提嘅德勝莊。新莊嘅嗰邊也有一間辦嘅店，攏係人哋菜體人會食的辦嘅店嘅吼。假使講大家你去好妒忌嘅時節，4間店嘅青菜5鮮，可能你這個好耐嘅口味攏有。不過做適合之後，假使講人哋我有一個食點心啊，也一個涼嘅，總頭地方也有嗎？有啊，我哋黃橋水有一間專門賣嘅涼嘅，涼水灘，五溝水涼水灘。伊地方有一啲個特別嘅飲料，那個黃橋水買到嘅，有很多鳳梨酒釀。酒釀用雞來做釀嘅咁好食。佢米是個特別到，雖然講係酒釀，不過其實伊無酒精嘅，伊讓嘅酒嘅香味。個鳳梨個黃梨呢都會用來等185鹽山公路嗰邊專門生產嘅鳳梨，用佢做嘅，嗰時一定係甜。安尼糖烘來先特別也幾好食嘅感覺呢，尤其係熱天嘅時節，酸酸甜甜，加上個特別嘅米絲，趕快將我來一筆嘅時間啦，先更加冇帶過嚟，實在太冇菜嘅。安尼黃橋水冬天呢？假使講像食東西這個狀況有嘛？是涼嘅，食點心也可能大家這個會做。假使講賣出嘅條喏，睇人哋假使講有個留呢種傳統市場嘅人，總頭地方會有嘛？我哋更加以前有啦，以前總督嘅咧，攏會有我哋咧嘅白米啊，也會帶出來市場嘅地方，都總頭地方賣。但是更加一條白米年紀嘛大嘅。一啲後生嘅咧，也冇做安尼嘅事情。你落去上班，所以
公某人已經冇安尼市場可以買嘅。啊，假使講愛賣菜嘅話吼，超市嘅攏會去萬金莊，萬金都甲標莊去買嘅。前面有講到，人哋喺半年嘅行程吼，大部分嘅人都有參加嘛。但係一參嘅來講，人哋慢慢啊，好嗰度嘅總頭，其實都有民宿，係沒有一啲即係民宿和其他嘅總頭按嚟遊場，本大家可以停留2年以下按嚟嘅方式呢。人家吼，譬如我哋慢慢鄉公所，我哋咧鄉長林國順鄉長吼，伊而家其實喺推動我哋咧低碳旅行。你會用安尼咧電輔車、電動腳踏車，你對萬萬鄉公所，你開始去到五橋水，去到萬金莊，去到甲布朗，去到我哋萬萬鄉地邊任何一啲地點，攏可以去到。假使講喺迄個話吼，我哋也有嗰度嘅民宿可以沙下落咧，我哋五橋水。像他們講到我哋咧大窩伙房、大窩煮湯，已經收帳好嘅。下擺咧我囤一條件咧來當做我哋咧民宿，你可以幫我哋咧遊客來去。嗰時候講，我哋可以加油鄉公所一片去租一條我哋講嘅電輔車，自家來去行通。除了以外，五橋水地邊嘅民宿其實係喺規劃當中，但係其他地方已經有嘅，大家可以喺度其他地方騎頓一個腳踏車電輔車唔係自家騎嘅可以留一附近嘅總條，因為好彩也附近嘅總條唔係過遠啊，騎一個電輔車來講也可以適合。唔過喺鄉公所推動一條嘅旅行嘅過程之中啊，五橋水嘅人自家對一個觀光來講係有乜嘅期待冇？當然我哋個希望他個人來了啦。當然更加我哋咧五橋水來講，也係實批你會嗰度嘅路係貨房，客家料理，講到產業其實各少，比如講我更加我遊客來想來買啲東西，其實佢冇安尼紀念品嘅東西啦。我就講，嗰位講，比如講我喺裡面啲咖啡啦，從也更加五橋水環講夢，我希望講下一擺從五橋水安尼，佢有文化嘅地方。咩都可以來做一啲文青嘅產業，譬如講佢啲文青咖啡店，我哋咧旅行咧，都可以天天咧慢慢嚟坐下啲嘅飲咖啡，享受一下我哋貨房嘅氛圍。確實係咁啊！唔過有啲個產業也天天嚟最累積啦，我哋天天嚟狀況嚟，因為唔係講一下佢都可以馬上都完成熟，本人行喺咁嘅體驗，但係更加五橋水行係可以繼續保持自家嘅優勢，我哋講文化、講一條建築，其他嘅地方都就好，我哋可以做一啲聯盟，其他總條可以提供一條嘅服務，我哋五橋水都提供一咁嘅服務，大家共下來做嘛，咁你一條嘅資訊啊，包括鄉公所兩邊去做一條嘅查嘅，迄個地方路線咁你自家身為一啲投籃人員，咁你一條嘅資訊，我兩邊去取得啊。從大部分我哋可以去尋我哋五橋水嘅守護工作站，更加大部分嘅旅客喺假使將你講我哋都前面啲窗口啦，我哋五橋水守護工作站其實都係一啲幾好嘅窗口，喺假使有乜嘅有樣嘅需求，我哋都可以先同我哋討論，我哋都同規劃看樣去行，看樣去了。一定攏做得到。係啊，你有客製化都很幾好呢觀眾朋友，更加去到五橋水去交流嘅時候，唔單止可以自家去看，自家去交流，自家去試，甚至於講唔可以來客製化遊場哦。唔過除了安尼之外，我哋五橋水地邊還有幾多精彩故事，等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好好分享哦。前面我哋啲嘅五橋水一個鐘頭，唔單止有古蹟哦，甚至有幾多好式傳統嘅客家料理，還有特別嘅涼水可以飲。除了也以外呢，
通讲5条水伫尾啊，嗰度嘅罢工，甚至于讲还有专门睇古些人嘅市民呢，都喺某个意味是，我哋嚟请教一下阿三哥吧。阿三哥，我哋下讲我哋自家行人伫尾最多嘅市民就会罢工嘛，5条水也不例外啦除了安尼以外，还通讲有人有咧过铁皮嘅市民，佢每天mail伫尾，睇得人家布卡伫尾，还专门睇古些人呢，都喺某个市民同大家小解一下。也市民呢按到喜庆王爷，喜庆王爷喜庆王爷伊喺唐朝李世民，接下来呢，大概应该讲拜喜庆王爷呢，他人都比如讲做戏嘅、扑戏嘅，然后去拜喜庆王爷。但是呢，我哋5条水冇共用，我哋万世都會去認喜慶王爺做乾爸爸、乾爹，因為做乜按呢因為有啲新人嘅改唔冇圖，不就改為叫字，點樣都改好叫字，去到喜慶王爺嗰邊去拜拜，去沖牙以後，讓他去認喜慶王爺當乾爹，而不就唔會叫嘅呢，會生氣。嗰時講我哋5條水嘅新人呢，一聽到有原因。日本佢做來嘅時候，大家有觀察到冇？日本佢做來嘅新人呢，會唔會出現一個演藝人員呢？你會唔會講多一些？因為畢竟乾爹提嘅嘛，佢係冇有一個做戲啊、撲戲嘅嘢嘛，會唔會有走入星途的這個比例提高？我哋觀察一下，我哋關於統計看到。真是鬼貼片呢！做乜嘅佢喜慶王爺睇擺睇人家嘅布卡地位，冇另採我戲咧冇呢？我有印象地位伊攏一出攏特別片嘅。係啊，佢特別。你剛才問過佢講，佢會辦出來嗎？應該是伊嗰邊改好啦，唔是辦嘅。風水習慣係得睇嘅。係啊。安尼日本佢做來嘅一件事情啊，大家迄簡單都創呀，安尼都算嘅嘛，還有特別嘅儀式啦，也係講準備某個乾爹喜歡吃嘅東西，我當有一個方式可以日本佢做來嘅。當然我哋要準備貢品啊，如嘅三牲豬肉啦、魚嘅啦，嗰個乜嘅羊肉安尼啦，三牲一天都批啊，伊提拜拜，提跌高嘅。除了一個喜慶王爺，我哋地尾有哪條嘅罷工算個特別嘅呀？從我哋5條水應該講客家總頭，當我有差唔多都有東西南北，西嘅北國，話有加咧，如果有開基北國，如果開中北國，聽下哋5條水佢特別咧，如係南側北國，總係講有特別因為伊每點貓，伊嘅養成咧，如果像嗰種木種式的，但是呢，伊又唔係像我哋一般嘅嗰種木，可以個穿。差別喺哪裡嘛？伊嘅頭前會有一個四方形嘅祭台，你看到嘅，你地講也唔免人家風水，唔免人家墳墓，伊都喺我哋咧北國。當然伊當方會有寫福德正神北國。嘅比賽當講寫都忘記咯。講到有嘅人都面都講，以前嘅朋友嗰度老輩嘅朋友嚟當人哋合作之後，都有啲同人哋飛煙啊，見到都有啲共同嘅問題。你嘅合作地方用不是我看得到人家嘅風水啊，目前目後地方用喺暗道嘅度，人講唔咩人看到喺北宮，假使講地方嘅地方人看到喺花台，其實講客人鬼奇怪呢，仲有原住民叫有冇嘅家務葬有冇咧？人家先民祖先裝喺睇地方人講唔咩，喺人哋咧傳統嘅風水。除了北宮，講到有嘅風水人面頭嘅5條水很鬼貼喺還有一啲人談講很多乜嘅，以前咧先民佢哋睇。做叔父家人不幸犧牲的時間，可能會有個重用功嘛，同個北部嘅人移民共用。但講5條水地方又含有一啲專門嚟擺一條嘅重用功嘅，係咪？係啊，你聽下哋呢5條水嘅5條公園，地方有啲忠義祠，一條咧，你去我哋結下呢，因為我哋5條水客家人嘛，隔壁都係原住民，我哋結下三不時會推到有衝突。接下來因為要漲天來漲水，所以呢又發生過械鬥啦，械鬥。
啊，一條保衛我哋家人呢，一條勇士啊，如不幸就上身了嘛，我哋如果去買下啲嘅片，買下啲嘅中用工嘅片，我就定建議啲咩？你更加有固定提做一個祭祀嘅法通嘛？但是我哋攏會咪正日攏會去拜拜啦。如果我哋呢村民，村民有限，會去拜拜。我所講村民對佢來講，就像自家嘅祖先同伯公吼，也講神明供養，唔會講佢係有買骨體地位，我講都唔會去。因為人哋嗰度嘅種皮吼頭拜啦吼，我講佢有因公拜因公哦，人嘅冇乜嘅事情冇亂去拜哦，種皮我安尼同人哋講啦。也嘅唔會唔能種好嘅人視作自家嘅祖先，不是會去固定拜安尼。因為伊喺保護我哋呢種人啊，係啊，為到去抵禦外敵啊，係啊，嗰時我哋個尊敬伊。作為一個菜天人，你自家對一個民俗也好、古蹟啊，也或者歷史故事也好，都一定嘅豐富。你帶民眾吼，銀行來到鴉片嘅時間，大家問最多嘅問題，有乜嘅幫影響嗰層嘅事情無？嗰多年吼，一來到五橋水，啲人冇人講，人哋五橋水係咩意味？有五條水橋嘅，嗰陣那按到五橋水。你唔幫見人去生活那先啦，有一多條水橋嘅，見人陸地嘅。當然以前我哋呢先民祖先來開墾嘅時間，某一天都真係有五條啦，但是我哋唔知嘅啦。但是更加的五橋水都兩條水橋嘅，呢啲人到老遠過老遠橋。伊呢都對嘅流失種子前面流過去，一直流啊到他們講中庸詞、中義詞嘅片，對嘅片流出去接嘅甲餅時，另外一條呢，如果我哋呢烏背橋，烏背橋，烏背橋，如係我哋他們講嘅，我哋會睇嘅片做生態觀察，個漂河嘅地方，一條橋嘅個鐵片。伊流啊到五橋水東嚴莊嘅時節，流向東片流，流向東片流。嗰陣我哋五橋水有一啲諺語係嚟講嘅，五橋水水流動，家家出得好相共。一片咧相共嘅意思你會講做幹嘅人啦，做幹嘅人，因為也地形風水個貼片，嗰所以咧個風水好，你可以嗰度做幹嘅人啊咧。嗰時講大家去有嘅去看到有嘅時節，好種地講，原來五橋水唔係五條真橋，更加我聽伊啲老貴嘅總頭嘅，老人嘅咧烏背橋係全國有嘅總頭地背嘛。兩樣都烏背橋，你嘅意思講也橋嘅條烏嘅背後。即係大家後背啊，你啦烏背後背啦。烏背橋。有嘅。準條係原本就有嘅行喺先民類嘅開墾嘅時節，算晒開嘅呀。也應該係原本都有嘅啦，原本都係按呢嘅流法，冇特別去做嘅島建築嘛嘅，冇，一路按自然有嘅。你除了民眾啊、銀行會問講有嘅問題之外，有帶個特別嘅銀行冇？如果講個人佢係等對青年嘅地方，就可以來看一條五橋水，體驗五橋水嘅總頭嘅神法咧，有安尼嘅銀行。應該是台灣全省各地都有啦。嗰個也有外國人來嘅，外國人來嘅。佢下我哋都會請嘅翻譯老師同人翻譯。我覺得唔知解會講英文都跳下去，就按呢位人台灣人英文啊，你都。嗱，或者學習。唔過講到鴉片啊，就是講前面小嘅五橋水按到其中含糖到嘅阿三角五橋水嘅講，其實更加狀況嗰度嘅內皮也該落嘅，像嘅菜市也就因為幫忙見人落嘅嘛，做樹紅類嘅。你這個唔算係個後生一批嘅人嚟講，這個兩辦會想講會假日一個沙期嘅工作也好，甚至於講苗紅嘅工作也好，甚至於係再嚟做一個土壤嘅人，嗰時間唔係兩辦上嘅，因為這個跳下來參與一條嘅師傅咯。愛萬世多胎攏提五橋水，攏喺度提五橋水啦愛哋咧祖先提五橋水嘛，喺度超過100年嘅。俺媽媽呢，嘛喺五橋水人，而也係流牧祠堂嘅子孫啦，
所以呢，我计较万岁吼，我都亲好去河坝的料，亲好河坝的料。啊，我去河坝呢有5年下过，吼，啊，计较呢，我阿婆啊，伊如果遇到行爱规去读书，如果哪顿作秀的，啊，哪顿作秀的都天天来去河坝上亲爱，啊，计较好。我一边都会发到是足球的啊，是好料的。我所以我我边仔摕桥的大厦，边仔桥的大厦，啊无必看到，嗰件狀嗰出級，我就記下捱萬歲嘅時陣，唔叫水本來嘅感覺都係河壩一定好了。啊後面呢嗰太嘅吼，常常嘅有得感謝我哋呢個唔叫工作站嘅嘅站長劉建坤，喺帶我行業導覽人員嘅一條路啦，都教我用嘅一團人客有系統的去介紹我哋嘅唔叫水。啊啥來呢？拄好我哋萬萬鄉嘅鄉長林國順，伊接下來推動我哋萬萬鄉地區小旅行，嗰時伊係去辦呢一啲導覽員嘅培訓班。接下老師咧係我哋屏北社大嘅曾昭雄老師，嗰時咧我哋喺課堂上都同我哋老師個同學向下討論，研究講，我哋唔叫需要乜嘅東西，一個文化背景。我哋一來一研究一度吼，都對安尼文化都有興趣，嘛搞嘅嗰度好朋友，係啊。觀眾朋友，更加5嚿水除了好山好水講嘅地方之外，今晡日再同大家講哦，有好嘅古蹟可以看，有好嘅客家料理可以食，甚至於講有幾多精彩民俗活動可以去參加，甚至於還可以去看一啲嘅生態環境。假使講大家有興趣，落去慢慢搞了嘅時節，可以去我哋5嚿水嘅鐘頭，甚至於講可以請我哋阿三哥哦，搶佢帶我哋好好的認識蔡天人5嚿水嘅生活到底係樣板。今晡日再一次感謝我哋阿三哥帶來按精彩嘅故事，順勢同我哋收嘅按講嘅5嚿水，多謝你哦。多謝主持人啊，歡迎電視前面朋友可以來5嚿水聊。我坐到更加大家有個信任我呢，聽到我哋先生來表揚認同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